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熊蛋甲夜市。娃娃 TV。之前我伫影片内底有讲到熊蛋，华语我拍夜市，就有人问我讲夜市的台语敢毋是夜市？是安怎我讲熊蛋呢？其实熊蛋这个词即马已经渐渐去互夜市这个词代替去啊。毋过熊蛋甲夜市这两种物件也是有淡薄仔无共的。夜市是基本上逐工暗时拢有的，啊熊蛋就较无共啊。熊蛋毋是逐工有的，熊蛋的时间较无固定，嘛袂当讲无固定啦。伊是一礼拜、两礼拜，甚至是一个月固定有几工暗时会有一群人伫一条街仔路两边摆搭。亲像固定逐礼拜下暗拢会伫某某路摆搭，啊夜市伊就无亲像熊蛋共款是伫路边，伊是会伫一个固定的空地，也是专门的所在来摆搭。啊，熊蛋甲夜市佫有一个无共的所在，就是夜市是有名通好叫的，亲像士林夜市、六合夜市、瑞丰夜市。啊，熊蛋呢是无一个名通好叫的，大家想看卖哦，恁兜附近敢有迄种叫袂出名的夜市？迄种大部分就拢是熊蛋。好啦，基本上我是认为有名通好叫的叫做夜市，无名通好叫的叫做熊蛋。毋过即马熊蛋已经较罕的人咧讲啊，即马毋管是夜市还是熊蛋，大家拢甲叫做夜市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以后，会当开始叫熊蛋，莫阁叫熊蛋夜市啊！无熊蛋这个词就真正要消失去啊！咱做伙拍拼，甲熊蛋这个词收起来，好无？好啦，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要给我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我起只电话咧，个破破变小铃铛，安尼较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啊，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